趁有力想做就去做。Hello，我係文傑。咁我由中學開始玩街頭健身到而家㗎啦。今次我比賽目標係我想試下我拉到幾多下引體上升。我之前玩嘅比賽就係 freestyle 比賽嚟嘅，一路都冇試過引體上升比賽。其實我一開始係個肥仔嚟嘅，咁我想自己做下運動，咁就見到有人做到引體上升，自己就想試下。跟住試下又識到唔同朋友，就一齊玩咗街頭健身呢個運動啦。最棘手嘅困難係我其實訓練到中途一段時間，我又開始有啲唔自律，就暴飲暴食，個人係由60kg 升到70kg，就變翻引體一下都拉唔到嘅狀態。咁嗰陣時我都要用咗一段時間去重新 pick up 翻我嘅進度啊，到而家就正常翻啦。因為我試完原來體重上升之後，個人係做唔到運動嘅，好辛苦嘅。咁我就知道呢樣嘢係一定要守得好好嘅。咁我而家都會 keep 住令自己做運動。我上台之前會同自己講：頂住啊，唔好炒啊！就係呢句令到我堅持到而家啦。做運動嘅時候，我見到自己同以前係唔同咗，係變強咗嘅。咁而變強亦都令到我可以做到更加多唔同嘅嘢，做到更加多唔同動作啊，玩到更加多得意好玩嘅運動。趁有力想做就去做。